3分鐘心靈，克盡己責，堅持到底。喺美國有一個知名嘅大醫院，有一位好出名嘅外科醫生為病人做手術，一位新嚟嘅護士就負責供應手術器具。當開完刀完成咗之後，就開始縫合傷口。但係呢個時候，個小護士竟然大膽嘅喝住咪住，佢大膽堅持醫生一定要停止縫合。所有嘅護士都大吃一驚，佢係大牌醫生嚟過，點會出錯啊？小小嘅護士點能夠當場俾佢難堪呢？原來呢個小護士跟住個步驟檢查晒所有設備同埋材料是否完整無誤，跟住佢告訴佢開刀醫生，佢話我準備12塊嘅紗布，而家剩翻11塊，仲有一塊仲未拎出嚟，一定要再揾嗰一塊。點知醫生斷然宣稱話冇啊，我全部拎晒出嚟。小護士還係抗議，佢話唔係噶，我真係用咗12塊紗布噶。外科醫生慢慢嘅話，我會負起全責，縫合傷口啦。點知呢個小護士竟然唔讓步，佢話唔得，一定要揾出第12塊紗布為止。呢個時候，所有人都望住個小護士同埋個醫生。個醫生抬起頭嚟，露出佢嘅笑容，跟住偷偷地喺佢袋拎出咗第12塊紗布，係佢病起嚟嘅。佢笑住就話：由於你嘅堅持，你去到邊間醫院，你都會成功。呢個故事嘅意義真係叫人深深感動嘅。好多時候，特別喺馬來西亞時下嘅青年人，尤其喜歡嚟得快嘅，要馬馬虎虎嘅，要 shortcut 嘅，得過且過嘅心態呢，真係好多。認真用心，堅持到底，少之又少，正係我哋現代大多數人所欠缺嘅美德。思考一下，如果故事中嘅小護士係你嘅話，你當其時會點做？真係會依然堅持自己嘅認真嗎？